今日我哋採訪祖籍來自台灣嘅香港預言家權朗。權朗大師你好。你好啊，大家好。咁權朗大師之前就神準預言2月份台灣著名女星戴一時嘅離世啦。台灣2月落羅病毒30萬人，台灣3月百貨公司氣爆，香港醫生患上呢個瘟疫24小時之內離世。香港恒生指數升上21,000點，預言準到可怕。咁今次權朗大師就更加係預測網上熱話嘅話題啦。大家都關注日本漫畫家所寫嘅日本漫畫書。曾經就準確預測311嘅地震嘅，正當好多嘅預言家都認同7月5號係會發生呢個日本大地震嘅時候咧，權朗大師喺4月2號喺自己嘅 YouTube 頻道就話日本今年7月5號係唔會發生呢個日本滅頂嘅大地震嘅。咁權朗大師仲話啦，今年好多全球嘅國家都會有7級以上嘅地震，咁你嘅國家又有冇份呢？權朗大師係香港頂級嘅預言家，就係香港唯一預言來年2020年會發生呢一個世紀疫症嘅大師。咁當時又引發好多非議同埋熱話嘅，咁好多人都話2020嘅時候會更加好，只有權朗大師係話會更差。咁所有嘅預言都係中咗嘅。咁今日係2025年嘅4月3號，今次權朗大師又係唯一預言日本7月5號係唔會發生日本嘅大地震嘅。咁而家我哋採訪下權朗大師係點樣計到噶啦？咁同埋全球有邊啲國家係會發生呢個大地震嘅呢？但係我同大家今次就係用咗一個通靈嘅方式幫大家預測，因為呢一個7月5號嘅地震真係個個都擔心。咁幫大家睇完之後，發覺7月5號其實就我就未睇到係呢個日本嘅海嘯啦，亦都未睇到日本、台灣同菲律賓連個陸地連埋一齊，真係未睇到呢個狀況出嚟。咁但反而我又要用通靈嘅方式我就反而睇到一個大家都唔想聽到嘅一個災難，好勁嘅災難，好多人要死，即係好多人會被呢個淘汰。講真，我都唔想睇到，我亦都唔希望呢個係準。咁但係又希望你真係幫到人，咁所以就希望所有睇呢條片嘅朋友、觀眾都將呢條片廣泛分享出去，幫助大家，希望可以幫到大家避到啲災難啦，可以救多啲人，等佢哋可以平安嘅。咁希望就係全球當中真係有唔少個國家喺今年2025年當中會發生7級以上嘅大地震。咁呢個大地震當中真係好多人會死，有啲係真係好多萬人，有啲幾十萬人會失去生命。呢個我係用通靈嘅方式睇完之後就係好傷心嘅一個地方。咁我依家就會同大家詳細嘅預測，咁有邊啲國家會有7級以上嘅地震，同埋有邊啲國家有地震，跟住同大家講點樣防範呢？你有點樣先可以避到呢一個危險，令到你同埋你嘅親人喺危險嘅當中都係平安嘅呢？咁有幾個國家？咁首先我睇到真係要日本嘅。咁日本雖然我睇到7月5號冇呢一個大地震，但係今年2025年的確係有大地震嘅一年。咁即係時間方面就唔係7月5號嘅。咁但幾時我都會同大家再預測嘅。咁但日本今年嘅大地震的確會死好多人嘅，非常之嚴重。咁都係7級以上嘅地震噶啦。就除咗日本之外我仲睇到好犀利嘅幾個國家，其中一個就墨西哥。咁呢個墨西哥嘅地區都係會死好多人嘅。另一個就法國，咁佢都係今年係會產生上嘅地震嘅，所以造成嘅一個破壞都非常之勁，係非常之令人傷心嘅一個好大嘅災難。仲有就印度，咁印度真係今年都會發生好大嘅大地震，死嘅人都係唔少嘅，咁所以印度嘅朋友都係需要注意嘅。老西亞今年都係7級以上地震嘅國家，咁會死好多人啦，咁造成嘅一個傷害同埋破壞性都非常之勁嘅今年下。咁呢幾個國家之外仲有幾個國家都係勁噶啦，仲有一個俄羅斯，今年都係其實慘嘅，佢除咗有戰爭啦，仲有大地震，真係禍不單行啊！咁佢今年嘅地震都好勁噶，好多建築物都會倒冧啦，同埋死人都係唔少噶啦。所以今年嘅俄羅斯真係比較慘，所以喺俄羅斯嘅朋友都需要注意。咁仲有就伊朗，
咁今年都會係大地震噶啦，都有建築物會倒冧啦，同埋有唔少人會失去生命啦。咁有幾個國家或者地區咧都係有地震喎，就係中國嘅東巴省，今年咧都係會有非常之犀利嘅大地震要爆發。咁呢個大地震咧都係7級以上啦，就會死好多人，好多建築物咧都會倒冧嘅。所以咧今年嘅東北省咧呢個地震咧真係非常之嚴重嘅。咁我仲睇到中國咧仲有一個四川，咁都係有大地震噶啦，都係7級以上嘅。同埋中國嘅四川省咧今年咧都係有一個好嚴重嘅7級以上嘅地震。呢個地震咧好多係建築物要倒冧啦，同埋真係有死好多人嘅，咁好多萬以上噶啦，咁所以都係悲慘嘅。中國嘅甘州、雲南省，咁呢啲地方咧都會產生地震嘅喎，韓國都會地震啦，即係泰國跟住落嚟仲有地震啦，緬甸仲有地震嘅。雖然緬甸之前已經係7級地震啦，跟住都會再有地震嘅。仲有就台灣都有地震嘅喎，仲有幾個國家印尼啦有地震，菲律賓有地震啦，咁仲有就係加拿大都有地震嘅，咁所以咧加拿大嘅朋友都要特別小心啊！今年都會造成好嚴重嘅一個傷害嘅，咁其實都係死唔少人嘅今年，所以好嚴重嘅。土耳其嘅地震都好犀利噶，今年仲要菲律賓講咗啦，都要大家小心啦。所以喺菲律賓做生意嘅朋友特別要小心，今年有地震要爆發噶啦。希臘有地震噶，所以喺希臘做生意嘅朋友都要小心，今年係要造成一定嘅傷害嘅。咁仲馬來西亞咁都有地震噶啦。咁呢啲啱啱點名嘅呢啲國家同埋或者地區咁細有地震噶。咁呢啲地震一產生之後咧，今年嘅破壞力就非常之勁同埋都有唔少個人咧，就因為呢個地震會失去生命嘅。咁所以咧，而且咧呢啲國家加埋咧人好多萬啦，好多幾十萬啦。仲有就係美國咧今年都係有大地震嘅一年所以喺美國嘅朋友今年真係要萬事小心有地震嘅時候真係要防範下。建築物嘅地方一定要跑遠啲，否則嘅話咧好容易有危險。咁今年美國嘅地震都會失去唔少人嘅生命嘅。仲有就阿富汗，阿富汗嘅地震咧破壞性都好大嘅。其實啱啱講嘅呢啲地方啦、國家呢啲地震咧失去生命嘅人都唔少咯。師傅今日都講咗好多唔同嘅國家都有唔同程度嘅地震啦。咁會唔會建議翻我哋嘅觀眾，其實今年都會主要留翻喺香港會好啲咧？其實你講得啱，香港嘅朋友想出去旅行嘅話咧，真係唔建議去咯，因為今年咧係屬於全球多災多難嘅一年，地震又多尤其仲兩個地方唔單有地震，仲有海嘯添例如日本啦、印尼啦，仲有海嘯噶，咁呢啲又好容易真係失去生命嘅，所以建議大家留喺香港好過真係。師傅我想問一問你咧，頭先你又話今年7月5號係唔會有呢個日本嘅大地震啦。咁我相信觀眾咧都好想知道，究竟今年嘅日本大地震會係幾時發生？會唔會話幾時可以預測到咧？其實呢個日本嘅大地震咧，今年咧係真係會有嘅。咁但係具體嘅幾時咧，我會同大家再去通靈嘅方式睇到之後，下一次同大家預測。因為我係為咗7月5號喺呢個時間去通靈嘅，點解知咧就未睇到日本嘅7月5號嘅地震，就睇到全球咁多國家地震。咁我哋嘅觀眾咧就要繼續密切留意我哋師傅發放嘅信息啦，睇下之後會有呢個預測嘅。咁師傅都想繼續問下啦，咁今年除咗大地震之外咧，咁全球仲會有啲乜嘢嘅比較大嘅災難會發生咧？有其實今年咧，全球係屬於一個災劫嘅年份。除咗地震之外咧，仲有好多災難會產生。啱啱講嘅呢啲國家，你肯定係重災區噶啦，肯定咧就係全球今年2025年當中咧災難多嘅國家。咁咧，但係咧除咗啱啱講嘅呢個地震之外，仲要小心就係瘟疫喺全球都會繼續去爆發嘅，跟住落嚟嘅新病毒都會產生。以上國家同埋仲有好多冇點名嘅國家都要小心啦，好嚴重嘅火災今年會產生，因為今年係蛇年蛇年係屬火嘅，咁所以今年嘅火嘅災難咧係特別勁嘅，或者多嘅，失去生命嘅人都會多嘅，所以大家呢樣嘢要小心。
咁仲有咧就爆炸事件。由於今年係屬於災星係非常之多嘅年份啦，咁所以今年咧全球包括啱啱點名以上嘅國家都會產生爆炸事件產生，咁所以呢個爆炸咧就會產生好多人又失去生命噶啦。咁有啲係店鋪爆炸啦，有啲工廠啦，礦產嘅地方都有注意呢啲礦難嘅，大家都要小心啊。今年做一個非常之勁嘅災難嘅，就係好嚴重嘅颱風。咁呢啲颱風咧就會帶翻嚟一個狂風暴雨，跟住造成咗非常嚴重嘅水災，即係洪水啊，就係好快嘅嚟臨。咁所以啱啱尤其點名嘅嗰啲國家嘅洪水咧，就係令到你咧係諗唔到嘅勁嘅，作為一部分人會真係有失去生命啦。有啲洪水直頭會去到地鐵站嘅喎，坐地鐵嘅朋友真醒我啲。咁出邊狂風暴雨嘅時候咧，咁真係大家盡量就唔好坐地鐵啦。咁如果萬一個水去將嗰個地鐵都淹沒嘅時候咧，真係逃咗係好困難嘅，咁就會造成好多人咧失去生命。咁呢個我係要同大家特別提點一下嘅。除咗呢個災難之外，今年咧仲有一個好嚴重嘅災難喎，就係兇殺案件會上身嘅。咁如果希望平安嘅朋友，幾個地方真係避一避啦。當你夜晚你要去做嘢嘅時候，你太夜嘅時候，我建議你就盡量就改都係日頭去啦，同埋人多嘅地方先好去咯。咁你夜晚晚嘅地方冇人嘅地方，建議大家就唔好行過啦。因為今年嘅兇殺案件咧就係容易產生嘅，同埋多嘅。以上點名嘅國家咧，地震多嘅國家咧，呢啲災難今年都係多嘅。都有兇殺案件會產生嘅，一部分國家咧仲有空難，我特別點幾個地方，所以呢點名嘅幾個地方嘅朋友特別小心。最嚴重嘅空難嘅咧就係美國噶啦，香港仲有台灣，咁呢啲係空難都係有份噶啦。香港、台灣特別要小心就係直升飛機咁都會墜機嘅。咁我總之睇到啦，就係唔係好安全，跟住泰國都有少少防空難。拳朗大師頭先聽完你講空難火災等等咧，都感覺好恐怖啊。咁今日咧都好多謝拳朗大師幫我哋預測咗，同埋其他有被點名嘅國家，可能我哋觀眾去嘅時候都要小心啲啦。咁我哋今日嘅採訪就完結啦，多謝你。